上次提到墨爾本起樓禁用煤氣同人造石，發現原來好多觀眾都唔知呢啲建築條例。但今年5月1號開始，你間屋仲有3個最新嘅條例，分別係 NCC 2022 Livable Housing Design 同埋6星變7星嘅能源要求。如果你正計劃喺墨爾本買地起屋或者推倒重建，呢一集你一定要仔細聽清楚。我會話你知條例嘅詳細要求會點影響到你，會增加幾多成本，同埋有冇方法用建築知識嚟避免。記得睇到最後。我係Don，一個做建築顧問近10年嘅香港人，同你分享墨爾本買地起屋嘅資訊。有問題可以試下問我，話唔定我就幫到你。呢集嘅內容有啲 technical， 一般嘅建築顧問如果冇返咁上下經驗都唔清楚。但條例嘅內容會直接影響你間屋嘅設計同價錢。我會盡量簡單用圖片同例子說明。同時我亦都想試下呢一類型嘅資訊，大家有冇興趣？定係講返啲入門啲嘅買地介紹標打。咁先講講今次嘅條例，主要分為3部分，分別係 NCC， 即係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、Livable Housing Design 同埋 Energy Rating。先講 NCC 係所有澳洲住宅建築都要睇嘅設計標準，而 NCC 2022嘅更新版喺22年嘅10月已經推行，但由於反對嘅聲音太多，全國推遲咗1年，到23年嘅10月先至執行。咁之後有啲州份又再推到24年嘅5月執行。而睇墨爾本建築行內嘅反應，今次都好肯定唔會再推。澳洲其他州份亦都陸續生效，所以有啲細節執行方法亦都可以參照其他州嘅做法。NCC 嘅建築條例改動有幾多呢？官方就用咗6條片，每條20分鐘左右都未講完。我哋以單項 waterproofing 防水為例，2019年嘅要求只有5項，22年嘅要求係有32項。要概括嘅內容太多，所以我只會講幾個影響價錢最多嘅項目。其中一個最大嘅更新係 condensation and ventilation requirement。新屋嚟講係必須要喺屋頂瓦片下面裝 roof sacking。正常屋頂呢係釘木架，裏邊加隔熱棉，出邊裝瓦片，封埋就搞掂。但而家開始全部要加裝呢個睇落去好似石子嘅嘢。佢一個功能係隔熱，另一個功能係如果霧氣凝結或者瓦片裂咗，落雨入水，roof sacking 都可以引導雨水去到間屋嘅4邊 gutter 排出。單呢項一間單層嘅屋，鐵皮屋頂就要加3000蚊左右。如果係瓦頂，可以去到6000蚊。第二，全屋要裝 anti-pounding， 即係呢塊木板，功能係升起 roof sacking 嘅邊位，等雨水可以順住 sacking 流入 gutter， 唔會積聚流咗入屋。呢一項又要多2000蚊左右。第三，喺屋頂要再裝埋呢一個好似蘑菇嘅嘢，佢叫做 Whirlybird。佢係屋頂自然嘅通風系統，幫助排走屋頂嘅水氣同埋室內通風。以前只有鐵皮屋頂 ColorBond Roof 需要用嘅，一般嘅瓦頂因為瓦同瓦之間係有空間，係可以唔需要用。呢個蘑菇一般要裝2個，每個又要多500蚊。仲有啲項目，例如有水喉嘅馬桶背面防水層要做到1.2米高，唔能夠只做到地腳線。浴室有去水位嘅地方，全部都要做斜台等等，都會增加成本。呢度就唔一一展開。但總括嚟講，單 NCC 嘅要求就會令間屋嘅成本增加6至8000蚊。第二部分係 Livable Housing Design， 呢一項就係你間屋要做到接近傷殘嘅規格，哪怕你屋企人人人都係4肢健全，都要咁做。Livable Housing Design 分為 Silver、Gold 同 Platinum 3個標準。5月1號推出嘅只係最低嘅 Silver Standard， 係一個循序漸進嘅建築升級。如果你唔想知道有啲咩建築改變，只係想知道價錢會增加幾多，咁你可以跳去下一個部分，我會總結價錢同埋舉例說明。咁我哋先嚟講下第一個要求。由入屋開始，土地嘅正面去到間屋嘅入戶門係必須要冇階級嘅，可以俾車轆推到入門口，達到 step free 嘅標準。走廊嘅闊度最少要有1米，表面一定要平坦、硬、防滑，足夠俾輪椅通過。如果有斜坡，斜坡唔可以超過1:14，同埋如果斜坡係有平台，平台亦都要有起碼1.2米，即係要足夠一架輪椅同埋個人可以企到。雖然佢唔係叫你要裝導盲磚、裝扶手等等，但係喺 Silver Standard 下面呢個只係第一個要求，已經相當嚴謹。當然啦，連禁煤氣、禁人造石都做得出嘅政黨，話唔定過幾年真係逼你入屋要裝導盲磚。希望到時我唔使拍片同大家講解。第二，去到正門啦，要求大門要有最少820嘅 opening， 入戶門最多只有一條5米高嘅級，唔可以做高1級。入門口前面要有1.2米乘1.2米嘅空間，必須要係平台，而且要做到有瓦遮頭。
防蟲、防水。咁多數建築公司為咗避免開口嘅位置唔夠呢，係會將大門做到最少870闊，再加上防蟲、防水呢啲要求，就係為輪椅出入做準備。第三，終於入屋，既然大門要做到882開口，咁同樣地，室內所有空間嘅門都要做到882，包括原先嘅衣帽間、儲物間、浴室、廁所呢啲可以做細啲782嘅門，通通都要做到882，或者好似以上所講，係最少做到870闊嘅門，保證有882嘅開口。而入到門之後，所有嘅走廊位置要有最少1米闊。呢項要求睇落去好簡單，但其實將全屋嘅門改闊到887，再要有1米走廊，其實係需要全面改圖紙，將會大幅增加前期嘅工序。因為現時17個 square 以下嘅屋，好多走廊都係少於1米。第四，廁所要求，馬桶左右嘅空間必須要預留最少闊度90厘米，而且前面要預留最少1.2米，完全唔阻隔嘅空間，即係道門一係要趟門，一係要向外開。要向內開就要預埋門嘅深度，馬桶亦一定要靠牆起，預留將來安裝扶手。第五，沖涼企缸一定要有防線嘅功能，唔可以有一級。企缸門嘅尺寸冇限大細，但係要做到輕易拆除，方便將來輪椅出入。企缸亦一定要靠牆起，預留將來嘅牆壁安裝扶手。第六，廁所嘅牆身亦都要加固，所有旁邊嘅牆身都要加裝 logging，即係將來用嚟安裝扶手嘅木條，包括廁所、企缸、浴缸。浴缸旁邊嘅瓷磚亦要向外鋪多40 mm，提高防水標準。咁總結落嚟，其實呢6項條例有2大影響。第一個就係價錢，加 logging、step-free 門口同埋 shower， 所有嘅門口加大等等。而一間單層嘅屋，直接嘅材料成本，建築公司會加大約4至6千左右。但除咗材料成本之外，仲有隱藏成本，就係戶型改動費。現時大部分做投資嘅細價樓屋型係唔符合新規格嘅，唔係話改大翻個空間就可以，而係整個戶型要重新設計。有啲戶型唔夠位，逼住要4房變3房，或者要減少個廳，投資回報自然會變低。喺呢度我舉個例，呢一個18個 square 10.5乘28嘅屋型，原先嘅 plan 係四四正正冇咩問題。新例之下，佢有6個唔同嘅位置係唔符合 livable design 嘅規格。第一，入門唔可以有一級，平台要有1.2米乘1.2米。呢間屋唔夠闊，大門882係門嘅闊度，開口位置係唔夠882嘅，所以要改到887。走廊只有986，唔夠1米，即係要再縮細已經非常細，只有2.9米乘2.9米嘅房間。2個廁所前面都冇1.2米空間，就算改咗趟門都只有1140，而且套門要改到887，2個廁所都要重新設計。企缸有一級，要改到喺倒水泥嘅時候設落地基再鋪平，施工嘅難度同成本都會增加。浴缸門亦要改到最少870。咁勞師動眾改圖紙，越大越多 floor plan 嘅建築公司，佢成本就越高。每改一次圖紙，背後代表要重新做結構檢查、政府 compliance、材料訂單 BOQ， 全部都要改。每一項都係人工成本，而呢啲成本就係會轉嫁落買家嘅隱藏成本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既然改圖咁麻煩，建築公司會唔會直接改到高或者 Platinum Standard 呢？用好啲料，預多啲位，慳翻啲改圖嘅人工成本。咁呢度我都講下建築行業嘅黑暗面。雖然 Silver Standard 只係 Livable Design 15項入邊嘅其中7項，連一半都唔夠，但可以好肯定嘅係大 builder 一定唔會做多，因為佢哋係完全價錢主導嘅。例如有啲 builder 係講緊連樓梯固定嘅螺絲都要慳，全部都改用釘，係慳到1幾十，交樓嘅時候都睇唔到，但時間耐咗上樓梯自然會聽到嘰嘰聲。有啲訂材料訂唔夠，慳盡1分1毫，就要工地經理周圍去揾次貨，所以要 builder 提前去 upgrade 機會好微，佢哋會寧願逐次改，然後一次次咁加你價。最後就係 Energy Rating Report， 呢個係所有建築喺申請 Building Permit 之前，要連同施工設計 Engineering 同埋小區要求 Developer Approval 一齊交俾 Building Surveyor 去審批嘅。喺新規例下，簡單嚟講，全屋都要做雙層玻璃，向南向西嘅客廳，如果想做呢啲挑空樓底、大型採光窗嘅設計，幾乎冇可能。就算客廳向東向北，呢類型嘅屋亦只會喺大 builder 中最貴嘅屋型度見到，因為成本大幅上升，要做3層玻璃，縮細個窗，
增加隔熱等等，先至可以有機會達標。而一般嘅單層屋型要全屋做雙層玻璃，要加大約7000蚊左右。第二，屋頂嘅隔熱棉要做雙倍等級，由最少嘅 R3.5 要升到 R6.0， 牆身要由最低嘅 R1.5 升到 R2.5。R value 就係隔熱程度，亦可以理解為密度或者厚度。現時市面上大部分 builder 都只係做到最低，改到雙倍等級最少要多3000蚊。第三，地基隔熱 slab insulation 或者 subfloor insulation， 呢種情況一般只會喺 energy rating 好差嘅地段先會做嘅，會喺地基表面或者1、2樓隔層增加隔熱面，但成本高，工序又複雜，所以一般 builder 都會避免。價錢就由3000蚊起，根據佔地嘅面積嚟計算。以上就係今次5月1號開始嘅建築新例。以單層嘅屋嚟計，成本會增加最少15,000至2萬蚊，係一個巨大嘅成本增加。2層你就預佢起碼超過2萬。咁講到呢度，我有咩招式可以避免到呢啲費用呢？答案就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一個推咗2年嘅條例，毫無懸念，今次係勢在必行。只有喺佢生效之前開工，你先可以避免。咁如果你土地未交吉，簽咗合同係咪代表安全呢？答案係唔係，因為要求係5月1號之前要收到 building permit 先至唔需要做以上嘅要求。未交吉嘅土地係申請唔到 building permit 嘅。不過都有個灰色地帶，就係如果 building surveyor 可以證明你間屋嘅 design process 係已經進行中，都可以唔使做。呢個係代表要簽咗建築合同，俾咗5%，同埋已經開始申請 developer approval。咁先至叫進行中。所以如果你淨係簽咗合同，你嘅建築公司仲係咩都未做，咁我建議你就要盡快催佢申請 DA。如果唔係，間屋越大，你之後收到嗰張單價錢越高。如果你仲揾緊 builder 或者未開始，唔想逼住要俾多2萬蚊嚟起屋，我仍然有辦法幫你講到合同同埋 DA 申請。今集講到呢度，如果對你有幫助，歡迎你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